大家平安。咱要用感谢进入到上帝门，进入伊的殿。咱要感谢伊，因为伊慈爱到永远，伊的信息到万世代。这是咱用使徒圣经，咱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神投胎，对大小女玛利亚出世，伊本着彼拉多入来受苦，顶世界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担坐伫全能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后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高活，永远的欢迎。阿门。啊，这咱是福气的人，咱是上帝儿女，上帝真好，因为上帝创造宇宙万物是用5天来看最好，才来做创造。第6天是创造咱人，用土粉来做，本一个开，咱就有一真正有着生命的人。因为伊创造人是有伊的形象，咱感谢天父上帝，伊为咱筹备、交备了，最后带来创造咱人，伊已经甲咱有备非常好势。伊的恩典教育咱用，上帝真好，上帝真好。咱再来吟一首《上帝真好》。上帝真好，上帝真好，上帝真好，伊对我真上帝真好，上帝真好。上帝真好，上帝真好，伊对我真好。咱真感谢天父上帝，伊是逐日每日在照顾咱、养饲咱，无论咱拄着大风大影，伊的确引带咱，保守咱人安全来靠岸。伊是咱的避难所，亲像大兵，伊伫四面楚歌受对敌攻击的时阵，伊只有靠赖上帝，伊只有靠赖上帝。伊体验到上帝记阮伫伊的心上，所以用诗、用音乐、诗歌来学乐天父上帝，因为伊是伊的开展，是伊的帮赞，是伊的盾牌。咱来吟第2站，伊照顾我。伊照顾我，伊照顾我，伊照顾我，伊他的伊照顾我，伊照顾我。照顾我，伊照顾我，伊大力照顾。咱就来时常来挑做上帝的旨意，唔通互咱无好的自私、无好的自我的观念来受压陷、来受压榨。即使到上帝时常对咱来提醒的话，就无法度来进入到咱的心内。上帝话，咱要有消化，才有溃烂，才有信心来抵挡魔鬼的引诱。咱爱顺探伊的旨意来行，咱个探伊旨意来，探伊旨意，探伊旨意，探伊旨意，我大地遵守。第4
只上帝听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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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真正听，上帝听我，上帝听我。上帝听我，上帝听我，伊真正听我。恁着要学了耶和华是圣所来也学了伊，学了伊，伊显灵，伊大溃烂，伫宫窗来学了伊，因为伊受大能力。大有作为，咱要来学了伊，咱要用号角来学了伊，咱要拍鼓弹琴来学伊。见若有喘气，见若有喘气的，拢来学了耶和华。咱拍开心门，请咱起立，咱做来学了。咱就来学了耶和华，伫伊的圣所学了伊。咱拢要学了耶和华，伫伊的宫窗学了，咱拢要学了耶和华。咱拢要学了耶和华，伫伊的圣所学了伊。咱拢要学了耶和华，伫伊的宫窗学了伊。就因为伊的能力学了伊，就因为伊的就因为伊的慈爱学了伊，伊若有喘气，拢着学了伊。咱着来学了耶和华，伫伊的圣所学了伊。咱拢要学了耶和华，伫伊的宫窗学了伊。就因为伊的能力学了伊，就因为伊的学了伊，就因为伊的慈爱学了伊，伊若有喘气，拢用伊。咱拢来学了耶和华，伫伊的圣所学了伊。咱拢要学了耶和华，伫伊的宫窗学了伊，就因为伊的能力学了伊，就因为伊的慈爱学了伊，就因为伊的慈爱学了伊，伊若有喘气，拢着学了伊，就因为伊的能力学了伊，就因为伊的荣耀学了伊，就因为伊的慈爱学了伊，伊若有喘气，拢着学了伊，就因为伊的能力学了伊，就因为伊的荣耀学了伊，就因为伊的慈爱学了伊，伊若有喘气，拢着学了伊，伊若有喘气，拢着学了伊，伊若有喘气，拢着学了伊。感谢主，将阳光归予天父上帝，请坐。主，我们感谢你，因阮的心是单单是属于你的，单单来敲做上帝你的心思。主啊，阮这时阮一定爱拍开阮的心门，无论阮的心内有偌侪事，互阮伫遮无法度来轻松，无法度来得到讨放。主啊，阮的心完全来交托予你，你来掌管，互阮的心来得到讨放，互阮的心得到安慰。我们要完全尽情来敬拜你，因为你是公义的主。
你的慈爱是何等的长，何等的宽，是满有丰富无穷的恩典。咱做来学了一首尽情的敬拜，咱用台语来吟。耶稣，献给公义救主，彰显上帝智慧力量。你的条比山高，比海较深，满有丰盛无尽的恩典。耶稣，冠冕统治万有，堪知荣耀尊贵而乐。我的心清晰，清晰来，你的宝座顶上听我的主，举起我的手来敬拜你，来回应你的应许的听。哦，我的主，予我多多卡无你，用心来敬拜你。耶稣，献光公义救主，彰显上帝智慧力量。你的听比山高，比海较深，满有丰盛无尽的恩典。耶稣，冠冕统治万有，堪知荣耀尊贵而乐。我的心诚实来献上敬拜，这地宝座顶上听我的主，举起我的手来敬拜你，用一生来回应你的听。哦，我的主，予我多多加无你，用心来敬拜你，举起我的手来敬拜你，用一生来回应你的听。哦，我的主，予我多多加无你，用心来敬拜你，举起我的手来敬拜你，用一生来回应你的听。哦，我的主，予我多多加无你，用心来敬拜你，用心来敬拜你，用心来敬拜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是主，你是献给公义的主，你是有权柄。你的慈爱是永远甲阮三角伫地，主，阮感谢你。这是我安静阮的心，阮的心单单要来敬拜你，阮的心单单要属于你，阮的心单单自信要看你。你讲囡仔落苦的背重担来到你面前，你要互伊来得到安息，信靠的人来得到救恩，得到快乐，得到丰盛的恩典，罪来得到赦免。我感谢你，天父上帝，
阮知影，阮伫即个世间只不过是一个寄居的过客。阮的姊妹嘉荣的爸爸伊离开世间，遗嘱毋甘。你讲，阮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永终会当到80岁，伊是受祝福的年岁。恳求你安慰的灵伫即个家族大大细细。虽然伊认捌你无真深，但是透过嘉荣伫伊的生命改变，伊的装备，伊的行为，伊爱即个信仰，成做伊祖家安息的所在。阮感谢你，祝你的怜悯，愿荣耀大有气力的、有宽平的上帝来掌管着阮每一个人的生命。阮献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的求，阿门。即时咱继续为着咱公道的事项来祈祷。咱互咱的祈祷继续来上帝来求，请咱会当做伙来看公道事项，互咱的教会一直拢是充满祈祷的声音。伫公道的事项有侪侪，无论是伫拜礼、亲人，因有渴望真理，还是伫咱的新朋友。一摆一摆来的新朋友，咱敢是有为因继续来祈祷，求上帝带领因的生命、因的生活，有继续徛在伫主的话语中。因可能是拄着困境，因有渴望，咱敢有继续来为因继续来祈祷无？以及伫咱教会捐款建堂，咱需要搁较侪信心主求。咱做伙起立，来为着咱的教会，为着咱家己，为着咱头前的道路来祈祷。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你伫阮的中，求你的灵来带领阮每一个人，互阮会当继续用祈祷来徛在，用祈祷知影来甲你结连。主啊，当阮祈祷的时，阮的心会深深的来甲你结连。主啊，伫阮的教会，有真侪阮有亏欠、无够野的所在，你将人收束互阮，你将新朋友收束互阮。阮敢是有甲因掠掉，阮敢是有继续来关心伊，阮敢是有继续来牧养。主啊，求你互阮的牧者嘛有气力，阮的牧者有你来的智慧，知影怎样来牧养，互我有装备好，来为主做工，传福音。也求你带领伫拜你遮的青少年、青年，因欢喜来求近你的事，主啊，求你。来带因亲自带领较侪人来关心因，来求你，互阮拜六的周末的音乐营，遮小朋友因伫学习音乐的过程中，主啊，求你带领因，互因的心开开，互因的心通过伫音乐中体验主你的同在。愿上帝你来带领伫阮教会的捐款，阮建堂久久，主啊，阮要靠着信心。相信你为阮备办好，也互阮愿意甘心乐意继续来为建堂来奉献。求上帝你来带领着阮有身躯软弱的姊妹，求你也帮赞，互因有勇壮，互因有健康，互因有知识，知影怎样过着健康的生命生活，佮知影用祈祷来伫心灵中有佮较有徛在的健康。愿上帝你带领阮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也会当互阮对主有信心，愿意继续来跟队。阮伫你面前恳求，拢是靠主圣尊名，阿门。咱做伙来吟主听我祈祷。
做伙来启应文40篇，以赛亚书第6章。我有看到主坐伫宝座，伫真悬的所在。伊的长矛垂落来，看满圣殿。伫伊的周围有西拉兵天使徛伫树后。因彼此呼应。圣哉，圣哉，圣哉！万军的统帅上主，伊的荣光充满全地。门框因为呼应的声叮当。圣殿会满。迄时我讲，因为我是喙唇无清气的人。我的目睭有看到王，万军的统帅上主。有一个西拉弗天使陪我来我遮。将弹有我的喙唇讲。你的罪过已经除去。你的罪过有一定赦免。我阁听见主的声讲，我通找啥人？啥人咧为着我去？我就讲，我伫遮，请找我。咱做伙来吟诵圣诗572首，心目主坚固。咱做伙起立来吟。这是咱请圣歌队来献诗，因要献的诗是耶和华我的石盘。
咱感谢圣歌队的献诗，互咱会当瓦克耶和华做咱一生的接盘。咱即时做伙来看教会通知报告。感谢上帝美好的赏赐，通过咱国家普发现金1万块行税伫咱百姓，咱嘛教会邀请兄弟姊妹当照咱逐人的感动，会当好好运用这1万块，然后咱希望咱拢会当甘心乐意为着咱教会建堂捐款来奉献。咱当然是无强迫，嘛无比较。只是请有意参加的兄弟会当伫1楼的奉献地的所在来摕家己的奉献地，做伙来为着咱教会来奉献，也愿上帝纪念咱的奉献。后礼拜是感恩节的主日，咱要举行第5摆圣礼典，台语、华语礼拜也合并聚会，小组暂停1摆，也伫会后邀请大家做伙来协助教会圣诞节的布置。今仔日会后有小组的聚会，也请兄弟留意参加。第11月30日后礼拜会后，请提摩太老师同工，以事贴小组的组员做伙劳步来为着咱教会圣诞布置，为着迎接耶稣做伙，咱来布置教会吼。第4点，1楼招待都有提供圣诞的酒酒，提供予本会建堂义卖来用的，也欢迎兄弟做伙来选买。继续为着咱本会建堂捐款的工作，关心代祷甲奉献。1捆是50，买4捆会当送1捆吼，一袋嘛是150块，会当邀请可能咱家己无用着，嘛会当买起来送互迄较爱布置厝里的兄弟吼。嘛有别好的酒酒啦，遐欢迎大家做伙来购买。真水吼！阮阿妹仔嘛有买一个，家己用家己的零用钱买一个足水的，爱家己插伫家己的桌子吼，家己讲妈妈我要来布置，伊讲我足介意的吼，所以家己用家己的零用钱买一个吼。咱欢迎大家做伙来购买啦吼，无一定咱家己用啊吼，嘛会当想看嘛，咱身躯边有啥物兄弟介意的，咱会当买起来送互因。第5点，咱本会嘉龙姊妹老爸李天明兄弟伫11月16安息，伫主内也定伫后礼拜11月29拜六透早10点伫台南市殡仪馆，要举行入殓吼，也请参与的兄弟伫透早7点50教会集合练习，做伙伫8点20坐车来前往，愿主赏赐平安安慰。伫为族的心，咱嘛伫祈祷中继续来为即个家族祈祷。咱做伙来看即礼拜的经句，台语。既若求叫耶和华的，耶和华甲因亲近，就是亲近遐个诚心求叫伊的，敬畏伊的，伊要诚因的心所爱。也要听因的求救，来拯救因。凡求告耶和华的，就是诚心求告他的，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敬畏他的，他必成就他们的心愿，也必听他们的呼求，拯救他们。诗篇145篇18到19节。咱做伙来看即礼拜的经文，记载伫以斯拉7章第6节、9节甲10节。以斯拉对巴比伦上来，伊是经学教师，对上主以色列的上帝所赏赐摩西的律法非常精通，因为上主伊的上帝赐福予伊，伊对皇帝的请求拢得到允准。第9节。正月初1，伊对巴比伦起身；5月初1就到耶路撒冷，因为伊的上帝施恩的手帮赞伊。第10节，以斯拉专心研究佮施行上主的律法，将规个命令教导以色列人。
咱即是请咱的主日学小朋友美心来读中文的圣经。大家好，今天我要读的经文是诗篇145篇18到19节。凡是求告耶和华的，耶和华都和他们接近，就是和所有真诚求告他的人敬畏他的，他必成就他们的心愿，也必他们的呼求拯救他们。咱感谢上帝吼，互咱的小朋友拢会当勇敢来读主的话。这是咱做伙来吟新信诗189首，愿主赐永远的美娘，就是伊的话语，互咱。咱来吟第1节。这是邀请牧师来为着咱的主日学小朋友来祝祷。来，咱请所有的小朋友吼，来到台前来。好，你们准备好领受上帝的祝福吗？有没有？有没有？有还是没有？有。没有，请回。我们一起来祷告，好，来祝福这些孩子。天父，阮的上帝，阮知阮的生命在伫你。阮用祈祷是要甲主你三角沟通，是因为你的疼，互阮会当通过祈祷甲上帝你做美好的结连的机会。主，阮搁一摆将这细囝交伫上帝你的圣手。主，阮着常常为着阮家己本身，嘛为着教会这每一个还搁细汉、还搁咧成长的细囝来祈祷。因为上帝，你要互疼惜每一个来到主你面前的小朋友，互因的生命伫成长的过程的中间，互因通过主你的话语来得到智慧的心。主，你甲阮讲，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既然阮伫你面前来敲找主你的，上帝，你嘛要将稳定甲智慧的话赏赐互阮。愿上帝你帮助阮每一个细囝，互因会晓得用安静的心伫上帝你的面前好好来祈祷。求上帝你的灵充满因的心，会晓得上帝你是真做因一生的救主甲帮助。愿上帝你真做阮的帮助，常常伫陪伴这细囝成长的过程，通过用祈祷，阮相信上帝你要陪伴这细囝一世人，互因会当真做主你的欢喜，嘛真做正人的祝福。阮伫你面前献上阮的祈祷，感谢甲恳求，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好，感谢主，咱今仔日
嘛会当做伙三甲做伙来敬拜咱的主上帝。你边仔兄弟姊妹甲伊讲，真欢喜甲你做伙敬拜。牧师伫遮嘛来介绍吼，咱嘉荣的亲人，即个嘉荣的亲人，请因做伙起立吼，咱拍拍欢迎因。即个英妈妈叫金英哦，金英我向袂记吼，金英姐啦吼，甲嘉荣伊的3位姊妹啊吼，因兜4位啦吼。请坐，真欢迎因因后礼拜，咱伫后礼拜六吼，接续即礼拜六吼，伫即个殡仪馆伊的先生丈夫吼，天明兄叫李天明吼，李天明伫顶礼拜吼，伫拜六的时阵，牧师牵咱的同工甲嘉荣做伙去到伫天明兄的边啊，因为伊着肺炎吼，肺炎嘛足紧。但是我感觉伊真正是困眠中困去，听因的厝里的人咧描述，真正亲像咱圣经内底咧讲吼，会当伫主的面前困去的人是真有福气。所以阮伫迄过程的中间，伫陪伴伊的中间，感觉真安慰，因为我感觉会当伫困眠中来离开世间，这是一个足大的福气啦吼。所以牧师嘛邀请咱伫后礼拜六，接续即礼拜六吼，若有机会咱下早啊，咱伫7:50伫教会做伙练习，等下礼拜煞，咱嘛做一个简单的练习啦吼。咱继续伫祈祷中间，为着咱做伙三甲用关心的祈祷来求上帝怜悯，嘛求上帝亲自来安慰因啦吼。周生牧师嘛真欢迎你吼。顶礼拜牧师拄仔去别位讲道，嘛真欢迎伊。周生本身咧做水电的，伊本身吼咧毋是水电，伊拄仔咧整修厝内的过程啦。讲听讲是拄仔整修的师傅啦。牵伊咧记接的中间吼，咧甲伊讲着讲吼，你无去大桥教会伫遮，所以伊就来啊。所以真感谢主，圣神的工课常常是超越过咱所想象的。过去伊嘛有伫教会，但总是真久长的时间无去到伫教会。但是上帝疼惜每一个属于伊的人，所以咱常常为着这个细囝来祈祷的时阵，咱是要将因的性命交托给上帝。囡仔大汉吼，咱拢知影，无法当对咱一世人。但是若有法当用上帝的话，甲用祈祷的心，常常来教导咱的子女。我相信咱陪伴咱的囝儿是久长，是通过上帝的话啦吼。好，咱伫开始以前，嘛搁一摆邀请咱这个会同心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通过伫今日的盛会，恳求上帝你带领阮，无论伫金明姐的家庭，甲阮每一个在座的兄弟姊妹、酒圣，阮每一个人拢会当三甲。伫上帝你的话语中，来得到智慧的心，愿上帝你圣神亲自来充满阮，帮助阮，互阮认真来学习，伫阮生命的道理，要安怎来行，通得主你的欢喜。同心祈祷，恳求，靠耶稣的名，阿免。牧师拢用照着咱这新眼光的进度来。按照这个圣经吼，如果咱会使吼，牧师邀请咱做伙兄弟姊妹会当逐工做伙来读经啦吼。圣经内面的话真正足奇妙吼。逐礼拜每一个时刻，上帝拢通过伊的话来教导咱。所以今仔日咱要做伙来看以斯拉第7章第1节到第10节。伫开始以前，牧师也要邀请问咱一个问题吼。咱有足介意看一寡室内设计的物件无？会袂？为虾米？有个人忝头哦，会哦。为虾米？因为咱有一个梦想，就是希望讲，无论咱所住的厝内，也是咱的心目中有机会会当安怎，会当住着虾米款的厝。即种的设计嘛亲像咱教会咧建堂的时阵在座所有的中级同工拢应该拢会想着即个问题啦。想着讲咱未来教会要安怎起，要安怎来制作一个啥，会当互逐个人亲近上帝、服侍上帝，咧使用安怎会当更较完整。所以当咱看到一个足复杂的一个设计图的时阵咱会想着啥？会足困难袂？会嘛，对无？我当下教会咧起圣殿的时阵我知影咱拢逐个人无，阮拢无即个基础啦。
嘛无起厝的经验，所以我看到讲什么叫做竣工图啊，我较知影讲哦，原来起厝这竣工图遮重要，而且呢，这是关系到你这间厝未来的建筑，那相关的单位来，拢爱通过这个竣工图来核定讲你这间厝到底是安怎起的。所以我在想讲，咱人的人生上帝互咱每一个人拢有一个生命的啥使用说明书啦。你有去想讲我到底要安怎来活，会袂？咱头拄咧讲要安怎活，是活咧健康嘛，对无？会袂？看起来咱逐个拢袂想即个问题安尼啊，反正咱拢交托互上帝啊，插伊的，随在安怎活，敢是安尼？应该毋是吧？袂使安尼，甲你边的人讲袂使安尼啦，袂使安尼啦，你若安尼做你会为所欲为你会凊彩食凊彩食就安怎？等你甲拄着问题系啊，袂使去食即个啊。其实我看到真侪兄弟牧师去甲因关心的时阵，通常拢足侪拢是安尼，拢是等待到应该发生问题才来想讲我要安怎得到好。但是其实上帝互咱每一个人拢有一个智慧的心，就是每一个人拢有一个要紧的使用说明手册。但是这个使用说明手册呢，对伫每一个人来讲拢无相款。有个人会感觉讲，我要安怎找头路，我要安怎找到人生的另外一半，我要安怎找到我人生的意义，对无？每一个年龄，每一个阶段，拢有伊无相款要思想的代志。伫我未结婚的时阵，我会想讲，我要安怎交到女朋友呢？等我交女朋友了，我会想讲，我要安怎进入婚姻呢？等我进入婚姻了，我会想一个问题，我会生囝未？当我生囝了后，我会想讲，我要安怎教导我的囝儿子女，成做一个勇壮的人。兄弟姊妹，咱人的人生拢咧较无期待讲，我要安怎样伫我的人生，上帝互我的这个使用说明书内底，我要安怎甲我的人的人生管理好，然后会当成做一个上帝欢喜、众人所看做好、佮尽忠的奴仆。所以兄弟姊妹，今仔日牧师用一个主题要来跟咱做伙分享，真要紧的主题，就是上帝恩典的双手。上帝手持这个恩典的手，伫什么人的所在？甲你边仔看一下，看伊会吹袂啦。要爱你甲看是咧看讲伊会吹袂啦。兄弟姊妹，今仔日的重点就是在伫即个人。上帝要施恩赏赐予即个人的人是啥？你会希望要得到上帝的祝福袂？嘛，咱拢期待嘛。你听牧师讲道，你敢无想要得到上帝的福气？安尼你即摆我鼓励你转去困会更较好，敢毋是？所以兄弟姊妹，当咱听到主的道理、话语、真理的话的时阵，牧师足期待咱。我相信每一个人拢期待会当得到祝福。所以兄弟姊妹，今日咱所看的一个要紧圣经的内底。就是关系到，伊毋但会当摕到一个完整的生命蓝图、上帝律法，这个人伊嘛安怎摕到一支啥属这个属天的笔伊安怎研究安怎去好好去了解圣经内面到底上帝的话内面安怎改变伊的生命，去改变伊的民族。所以兄弟姊妹，这个人就是以斯拉。以斯拉先知伫人生的旅程的中间，伊按照上帝予伊明白人生需要军队需要走的道路，安怎伊去行，然后这个好的运气就安怎，就伫伊的身上。我会甲你讲这种的运气，你有当时你会想讲，是安怎这种运气敢特别伫伊的家庭，特别伫这个人的身上特别好？你会安尼看到无？会啊。有当时会看这运气伊敢若做运气做好的运气的呢。兄弟姊妹，其实我相信，当咱若今仔日听了这个故事，你会当搁较明白，以斯拉伊是安怎成做一位有好运气的人。兄弟姊妹，咱今日所看的圣经在内面，以斯拉第7章第6节、甲第9节、甲第10节内底讲起，这个以斯拉伊对巴比伦起来。对伫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赏赐摩西的律法，伊是敏格的经学书。王准伊这个王是啥物人？咱敢知影？
这个王是啥物王？亚达薛西王。亚达薛西王伊迄当时伊安怎？伊互即个以斯拉，互伊去管理，互伊管理这南犹大倒转来到伫耶路撒冷的这个人民，以色列百姓。这段圣经在伊咧讲的背景，是因为迄当时以色列人因为一开始背逆上帝，所以上帝互即个民族以色列百姓，互巴比伦安怎？互巴比伦掠去，过60冬。这是故事哦，这嘛是真正的历史哦。所以以色列百姓因失去家园，离开因原先会当敬畏上帝的耶路撒冷圣殿，然后失去圣殿了后，几乎是安怎失去民族的希望啊。所以后来第一批倒转来到伫耶路撒冷的时阵，耶路撒冷爱做重建圣殿的工作，真困难。伫这种背景的内底，以斯拉伊毋是一个军事的领袖，伊嘛毋是一个足好野的人，伊是一个文士甲祭司。什么是祭司？祭司就是教会，若亲像牧师共款，伊爱主持这仪式。所以以斯拉，咱会当甲伊想象讲，伊手里摕一本圣经，这本圣经对伊的生命来讲是何等的要紧。所以伫第6节伊讲啥？王准伊一切所求的是啥物？是因为耶和华伊的圣手稳定的手势来帮助的哦。所以咱知影，这个王咱会讲有影，恁的信仰，这个信仰根本就是因为迄个亚达薛西王互以斯拉会当做这个代志的，根本就毋是上帝。其实圣经内面，以斯拉特别伫这个所在有记载讲啥？伊的上帝的手安怎帮助伊啊？帮助伊的哦。所以兄弟姊妹，咱知影，这个亚达薛西王伊是波斯帝国的第5任的君王哦。亚达薛西王伫伊在位的时间吼，伊毋若稳准以斯拉倒转去到伫伊的耶路撒冷，甚至呢后来佫支持尼希米重建耶路撒冷城。所以兄弟姊妹，咱来知影为什么亚达薛西王要爱以斯拉做这个代志？咱来知影吼，这做领袖的吼，若毋是信这个上帝的民族的君王，因做这个代志通常拢希望啥？因希望这犹大省啊，吼，犹大省这以色列百姓会当有稳定佮守法的社会秩序啦。他们能够守法，那不要乱，对无？虽然伊要阁是阮管理的一个范围的民族，但是伫迄个过程的中间，伊希望以斯拉用摩西的律法，拥有极大的权力来定心来管控遮的人民。佮另外一个目的呢，伊嘛咧讲起上帝施恩的双手，这个应允，也就是帮助上帝伊的民族，甚至通过这个亚达薛西王，虽然出队是世俗的政治的需要，但是最后的决定是因为要顺探上帝复兴耶路撒冷甲圣殿的计划。所以兄弟姊妹，咱有希望咱的家庭得到兴旺无？会袂？会啊！我相信咱足希望讲咱的家族会当得到复兴，得到啥？得到兴旺嘛，对无？咱来兴旺，咱会感觉讲哦，真正有成就感，对无？兄弟姊妹，咱来靠着上帝的气力，毋是靠咱家己的气力。所以兄弟姊妹，为什么以斯拉会当讲得到这支上帝圣手赏赐的恩赐呢？会帮助呢？咱来看第10节。第10节内底伊讲到什么？以斯拉伊做这样代志，伊做什么代志？黄色字样，伊安怎？伊决意要讲究耶和华的律法来行伊啦，吼。行伊安怎？佮将啥？佮将法度、律例、法度来教示以色列人。所以兄弟姊妹，牧师常常常常咧甲咱讲，咱领受上帝真理话命话的人，袂使无教导信徒。甚至咱读经祈祷，袂使无教导信徒。咱袂使无教导咱的子女。当咱的兄弟姊妹三甲自执的时阵，袂使无读圣经啊！兄弟姊妹，读经祈祷就是真做咱基督徒伫上帝面头前一个最要紧的动作。今仔日咱知影
啊，我知影即个嘉荣吼，嘉荣的爸爸是一贯道的吼，啊，咱的陈默弟兄吼，啊，伊是易经呢，伊是易经大师。啊，我过去吼，咱的隔壁厝边嘛有一个一贯道的即个道场吼，啊，即个道长吼，伊嘛捌私底下咱教会咧建堂的中间，伊嘛来找我。啊，我伫咧了解过程的中间吼，我发觉有足类似的一个物件啦。意思啦，伊决志，伊咧敲找啥物？伊咧敲找真正互伊的生命，因这一贯道咧讲的叫做胜利金团呐。叫做回天的路啦。咱的生命敢有咧想讲，我领受这真理的话，要安怎帮助我的生命会当行上帝爱咱行的路无啦？所以兄弟姊妹，上帝圣手，上帝所施恩的圣手赏赐，其实在伫咱的生命来讲，这是何等的要紧。上帝伊甲咱讲，通过以斯拉讲，以斯拉伊毋若去家己去修啦。嘛，搁安怎帮助别人去修着即个生命的道理啦？所以兄弟姊妹，咱去传道有要紧无？传道有要紧无？毋是牧师的责任呢。传道是所有的人，每一个人拢需要的。所以牧师常常讲，咱对咱的细囝，咱对咱身躯边的人，拢会想讲要安怎甲伊教导，讲安怎做搁较好。但是咱是安怎？咱领受着上帝的话，咱却无法度通可去共讲。讲主爱咱安怎做会更较好，所以兄弟姊妹，这个王温准，意思啦，一切所求的兄弟姊妹，这个王虽然伫世间是世间的君王，但是伊的心意哪亲像被上天的慈悲所感动着。伊知影伊爱互这个意思啦，倒转去管理这个南犹大的百姓，以色列百姓。所以兄弟姊妹。上帝恩典的双手，毋是互遐个啥物拢无要做的人。我搁讲一摆，今日咱所看圣经，才足明确咧，甲咱讲起，上帝施恩赏赐的双手，毋是互迄个啥物拢无要做的人，乃是要互迄个立定心志，要追求伊，搁实践去传主话语的人。所以兄弟姊妹，意思啦，伊认真去研究。伊努力去探讨了解伊生命的难度，所以我头拄有讲，你食敢会晓学袂食？袂使呢。你爱知影啥物是对你有健康的呢？你敢知影物件要用，敢会使学袂用？袂使呢。我常常甲遮个咧使用乐器的人讲，麦克风安怎？袂使拍。这内面有一个足细微的这个振膜，你安甲拍落去吼。这个减少它寿命，很快就坏掉了。好、啊，但是有当时若咧共讲的人讲，牧师啊，我拢习惯啊，啊歹去较搁买就好啊。哎哟，我拢咧想讲，啊，你的生命若歹去的时候，我毋知你搁买会转来。健康是买袂转来。所以兄弟姊妹，正确的使用的这个操作手册，你爱去好好去研究。你的生命要安怎去做？照着这个难度来去做。照这个架势来行，意思啦，伊优先顺序非常的清楚，所以伊得到上帝予伊一个要紧的 VIP 通行手册啊，敢毋是？伊要得到就有安尼，要安怎做就有安尼，敢毋是？哦，互我体会足深。我会记得我做兵的时阵，我的老母常常甲我讲，你虽然做这个检察官的这个助理但是你来为你的检察官祈祷，我会当体会到。我常常为着我的检察官祈祷，我嘛做我应该做的。这检察官对我特别好，真正对我特别好。礼拜五暗时咯，我先较早就走，人拢礼拜六下早开始咱离开军营，伊拢拜五就讲，委员，你住台南，你较早走的。我有当时拢意外当中都会感谢神。兄弟姊妹，牧师毋是要爱咱求迄个咱得袂到的代志，咱看起来敢若别人无，我嘛要得到，毋是迄种。我要讲的是。当你会当好好啊去敲找上帝的心意，上帝会互你赏赐，互你有教育、稳定的赏赐。诗篇第145篇18节到19节，咱搁做伙来看既若求叫耶和华的，耶和华甲伊亲近，就是亲近遐个诚实求叫伊的兄弟姊妹，咱拢有咧求啦。
但是有当时咱无拄拄亲像圣经所讲的，诚实求救的人，咱有当时是无诚实。咱要求救上帝吼，拢是等咱有危难的时阵啊。啊，若无危难的时阵吼，无困难的时阵，我插的上帝吼，反正我即摆真顺遂啊咧。兄弟姊妹，敬畏伊的，伊要正因的心所爱，伊也要听因的求救来拯救因。所以兄弟姊妹，意思啦，这种诚心求救的人，伊毋是咧求家己的名声，伊求的是上帝国的复兴，和上帝律法来得到中结。所以，当咱就爱将家己的人生的目标放伫你家己的心意，还是放伫上帝的心意？我讲一摆哦，是上帝的心意，还是你家己的心意？迄是无共款的。兄弟姊妹，当你若会晓放伫上帝的心意，王主啊，我的生命真正拄着足困难的情景，我要奉献无钱，我足认真咧学习咧做工，但是我足需要，我请你为我开路，帮助我，互我知影要安怎做，搁较有果效。有当时咱咧做无果效的代志，咱毋知。所以我过去我常常咧想讲，要安怎互家己的头脑会当顺着上帝的心意，毋是照我的心意来行。所以上帝不断的互咱有够遐的智慧，无相款的创意，无共款的思路，安怎来行出带着信心的生活。所以兄弟姊妹，牧师今日要邀请咱做伙来思考3项。意思啦，第一个，伊教导咱要安怎实践这个信仰的目标甲方法。第一，就是学习甲考察研究。咱其实活伫这个资讯大爆炸的时代吼，咱手机啊吼，拢是足好的资讯来源。吼啊，咱中间吼，其实有几位兄弟有咧用到相关的这个 AI 的科技的物件，真的帮助他们很大。过去我们有很多的问题，什么问题都会来找那个专家，但是现在专家都已经变成是在什么手机里面了？为什么？因为当时咱要找人吼，人就嘛要有时间呢，对无？啊，无你就该个付钱互人呢。兄弟姊妹，真正牧师足鼓励咱，即摆时代已经无共款，但是咱要有智慧，要安怎来敲找上帝的心意？常常咱毋是上帝的话语放做大声。牧师邀请咱，咱过去吼，牧师来讲，你有咧看圣经无？因拢讲，牧师，我食到即个岁啊，目睭遮细蕊啊，你看无咧？甲你边仔人讲，手机也会当放大。意思就是啥？你已经无理由讲你无要看圣经啊，了解无？咱爱知影，咱目睭看袂着，就算你真正放大，你还阁看袂着，会当听袂？会呢，即摆连手机拢会当放人念圣经互你听呢。你若佫讲我耳孔都听无，安尼免啦，敢有人互牧师一寡建议？目睭也看无，耳孔也听无，安尼就求主怜悯，甲咱医治啊嘛。戴耳机，助听器。其实我拢牧师感觉讲你尽量啦尽量莫勉强，但是较要紧的是，真正上帝话会当帮助咱。互咱的生命更较丰富，所以有真侪时阵，咱毋是专业的文书，亲像意思啦。但是咱会当真做一个认真的学生，会使袂？会使啊，所以意思啦，伊立定心志，伊要来考察，有闲就来看圣经，有定即个时间来读，互圣经的话语不断来安怎，互伊更较得到束缚，得到帮助。咱几若当了，拢会去做健检袂？会袂？咱拢会记得要健检哦，健康检查。但是咱拢敢会想讲爱去看圣经，会袂？甲你边仔人讲爱想啦，爱想着爱看圣经啦，真正爱想着爱看圣经啦本身恁的牧师若是无咧看圣经，我相信恁咧听我讲就听会出来啦。所以兄弟姊妹，咱拢知影咱拢爱一冬拢爱纳税嘛，对无？爱缴税嘛，对无？咱拢知影，什么时间就爱交什么，什么时间爱做什么。但是是安怎，咱拢无去想着讲，我一工至少要有一个时间，安怎爱来考察看圣经。所以兄弟姊妹，使徒行传17章11节讲这个所在的人比帖撒罗尼迦的人更较开明，
因热切在领受这个道理，逐工查考圣经，要知影内面所讲是也是毋是啊。兄弟姊妹，这段圣经是使徒保罗甲西拉伫迄当时所去到一个所在，叫做庇利亚，庇利亚遐个人。因遐个人因拢无盲从哦，因拢安那逐工咧查考圣经，因对真理的态度是非常的开放，但是做认真。今仔日牧师嘛要邀请咱有用认真的心，即种的热情。咱有当时咱咧看即个 line 人发互咱的资讯咱拢会去查考到底是真的假，会袂？会啊！咱敢会去想讲去看一下圣经，讲到底即句是真的假？会使袂啦？我无甲咱讲圣经完全拢对，你马上就来信安怎？我无要求你安尼啦，但是至少你有一个想要寻真理的态度去了解到底圣经的话是真也假，会当帮助你也无。所以兄弟姊妹，我相信当咱认真来去思考的时阵，上帝施恩圣神的赏赐的气力就要赏赐互咱。第二，咱就爱去遵行，爱去实践。现在人有真侪人真侪时阵，咱拢将咱的信用变做是啥？哪像迄云端的文件？什么叫做云端？储存在天上。储存在天上的意思是啥？你袂记啊，摕落来用啊。咱主日学同工咱自足早的时阵，咱就开始用这个 Dropbox， 有无？你若无咧甲用你毋知影这个好处伫倒位啦。但是你若用过了，你会知影讲，我伫厝里安怎拍用的，我甲存档了，我来到教会电脑拍开就有啊，这有好无？非常好。这你讲啥？咱储存在云端文件，但是我们有没有实际在操作？咱若干那是甲储存伫云端文件，圣经的知识财物，就哪像个啥云端文件，你无咧用啊？意思讲，咱就爱实践去行。所以兄弟姊妹，雅各书第1章第22节，咱做伙来读，咱用华语来读好无？只是你们要做行道的人，不要单单做听道的人，自己欺哄自己。牧师无讲你毋对，但是有真侪时阵，你若了解家己，真正敢若听道，你行袂出来，你是家己咧欺骗你家己。毋是我咧骗你，是你家己咧欺骗你家己。你听道理，但是你却无要去行。欺骗家己，希腊文的意思叫做错误的论证。意思就是讲，听到就够啊。雅各伊讲，光听不做，就是在骗自己。当咱若愿意踏出去行的时阵，其实上帝稳定的赏赐就要伫你的生命中间。所以牧师鼓励咱学习去行，无论传福音，无论做主的工，无论要认真看主的真理话命话，拢真正会为咱带来祝福。第三就是爱教导甲分享。兄弟姊妹，咱看见以斯拉，伊会晓用伊的第三个要紧的目标，伊毋但立定心志，搁认真去查考，伊搁安怎？伊搁去教导以色列人。所以兄弟姊妹，咱看见以斯拉，伊人生的目标，伊毋是将上帝的赏赐，即个真理，互伊的赏赐的稳定，甲伊藏在家己的心底。搁较要紧，伊真做一个愿意分享的人。所以兄弟姊妹，牧师，咱伫生命中间要鼓励咱，咱真正亲像彼得前书第3章15节讲，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的，你们有没有尊主耶稣基督为圣、神圣的，是圣洁的？有吗？但是有人问你们，你们心中的盼望是怎么来的？我嘛不知呢。圣经讲安怎要常常做准备，用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所以兄弟姊妹，信用是活的，信用不是干那知识财物，信用是真实会当活出见证上帝。我感受到，这位上帝是真正搁真搁活的上帝。我知影咱教会常常咱会为着咱教会的需要来祈祷，上帝嘛真正听咱，
这礼拜牧师得到一个学员传道会的一个同工告知，他说牧师，我们想要邀请有一位他是从韩国来的传道人，他带领的一批大学生是韩国的大学生伊咧甲我讲，这个牧师传道学院传道会的牧者，他在成功大学跟南台应用科技大学，他们要进到学校去做传道，因此真正徛在而且以学院传道会，他们是可以合法跟学校有这种关系哦。这是我们台湾很好的一个机构。好咱长老会无这种物件，真可惜。但是上帝嘛赏赐，牧师甲咱讲着，咱大桥教会要正来到这个新的所在，若大桥国中、大桥国小，佮正做南台科技大学，咱着爱做校园的事工。我咧想讲，咱的教会，咱事实真正人无够，嘛无遮个人的装备甲赏赐。但是上帝竟然伫即礼拜中间，通过学院传道会，我过去我所带的即个传道人，即个学生囡仔，伊即马做传道人了。伊甲我推荐，伊讲牧师有一位朴商勋牧师，好，这位传道他大我5岁，好，伊1月2号礼拜六，他们带10位韩国的大学生来到台湾，1月5号，1月2号礼拜六来到台湾，1月5号礼拜1到礼拜3，他们都在南台科技大学传道，他们直接就去对大学生传福音，然后邀请他们来参加1月8号的福音茶会。这福音茶会地点要选伫倒位？选伫咱教会。伊讲牧师，我会使当使用恁的教会无？礼拜4下晡4点，伊讲因的同工，因会来布置，伊需要因的款才会食。注意韩国人对韩国来到台湾，来到这个所在，要来传福音给咱的大学生，所以咱教会有需要同工做伙来关心这个因所带来的大学生无？有需要，人对韩国拢来啊！上帝已经带同工来甲咱做伙，所以牧师一直甲咱讲，当咱若准备好，上帝会来甲人带来的，会啦。但是咱毋通坐咧无要看戏袂使，咱着爱做回来。所以牧师邀请咱1月8号是礼拜4，你若时间上会拄好，牧师邀请你做伙来观摩。所以牧师我嘛要有机会邀请其他教会有想要参与来了解同工，做伙来观摩。佫有一项就是1月11，迄礼拜日，伊的牧师甲阮讲，牧师礼拜天我带我们的学生一起来参加我们的聚会，好，然后来献一首诗歌。我说好，那我们圣歌队可以借着那个时候顺便休息一次。好，他说没问题。好，所以我真感谢上帝。那安呢？1月12，1月12号礼拜1，伊甲我讲牧师歹势，迄天拄好你休困的时间。但是阮1月12号，我们1月8号做完，1月12号我们还会看看。如果有学生他还愿意来的，我们还会再做一次小组的运作。哇，我的心足感动，因咧带人是遮尔啊用心啦。所以兄弟姊妹我看见上帝真正伫咱的中间咧做奇妙的工课。这是这个朴商勋传道互咱熟悉。伊真有笑容，嘛真少年，竟然大我5岁。我讲真正无共款，伊真正保持一个喜乐的心。真正健康，我会更较喜乐，我会亲像伊共款，所以我咧甲伊学乐。我讲上帝真的很爱你，让你这个皮肤特别好，我觉得很感谢神。他就是带着这个信心在传神的道，就是希望让得救的人生命更蒙福。各位弟兄姐妹，今仔日伫咱的中间，牧师嘛要邀请咱做伙来为着嘉荣因的家庭，为着因的家族。当因的生命拄到一个足要紧，就是因的亲人来离开的时，我相信伫咱的人生的道路中间，你会感觉你的人生的这个阶段，有一个足至亲的人的离开。我相信伫咱的心内有最迷茫的时候，但是伫这个时阵，当你的亲人在离开的时阵，
我希望通过今仔日以斯拉的故事，咱显明一个足要紧、超越过仪式、超越过人世间的溃烂，会当知影的财物，就是有一支手，一支永无共咱放离的一支双手，在甲咱固守，就是上帝赏赐稳定的双手。伊咧找求咱，伊咧找求咱，是毋是愿意来超找即个生命真理的主？伊是赏赐咱真理活命的上帝。兄弟姊妹，咱毋免惊，咱毋免惊伊讲，咱人生拄着遮个艰苦，拄着遮个疑问，到底是为着什么？兄弟姊妹，这拢是咱人生命需要经历的阶段。求上帝安慰咱，求上帝帮助咱。上帝赏赐的迄支双手，毋但要赏赐帮助咱，也要充满着安慰，帮助咱，互咱更较有气力来为主行头前的道路。以斯拉的故事是一个强国有力的宣告。上帝赏赐稳定，永远伫什么人的身上？找求伊的人啊！求上帝帮助咱，互咱到遐的气力。上帝稳定的赏赐，迄个赏赐吼，毋是一张彩票哦。我今日拄仔得到哦，毋是一张彩票哦，抽到了就永远得奖哦，毋是安尼哦，是你着爱立定心志。逐工咱学习来看圣经，吼，你若无圣经，私底下来甲牧师讲，吼，教会有真侪圣经，送你一本，都不为过。那圣经的话内底知识财物，会当互你认捌着上帝，互你的生命得到祝福。我相信这是一生上大的祝福。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我感谢你，感谢你今日借着以斯拉的生命，搁一摆来阮启示，你稳定赏赐奇妙的大作为。是伫每一个超找愿意超找主你的人，你要赏赐因，你也要帮助因。主啊，阮承认，阮常常亲像迄个残缺生命、不知道我们生命蓝图的人一样，阮毋知阮人生的道路要安怎行。有时阮软弱，有时阮无愿意立定心志。恳求上帝你帮助阮，伫今仔日。阮愿意对主你来回应，阮为着遐个较无、搁较深认捌主你话语的人来祈祷，求上帝你的灵来充满因、充满阮，互阮对圣经、对主你的话语的认捌，会当有火热的心，帮助阮立定心志，无搁再用生活做杂事来偷走阮甲主你建立关系的迄个宝贵的时刻。主啊！恳求你稳定的双手扶持阮，互阮勇敢将信仰放伫迄个云端的所在，甲伊刻落来，来去用，来去行，互阮的生命会当看见主你真理活命的话，对阮的生命是带来何等大的祝福。感谢主，特别阮要为着天明兄弟伊的家族、亲人、金明姐。甲嘉荣伊的姊妹全家来祈祷，恳求上帝你安慰的灵充满因，帮助因，赏赐智慧甲气力，互因对打了后会当常常毋但笑念伊的亲人，嘛互因的生命会当认真来活，认真来行。上帝你所要赏赐，互因受蒙恩的祝福的道路。阮伫你面头前，搁一摆献上阮的感谢，嘛愿上帝你祝福。感谢你通过李如牧师娘今仔日会当伫阮中间，甲阮做伙来敬拜侍奉。愿上帝你祝福伊，也祝福仁贵牧师伫伊退休的过程的中间，也会当继续为主你来做美好的工。愿上帝你祝福伫阮在座每一个新来到伫阮中间的新朋友。愿上帝你圣神来充满因的心，用你的话来引带因头前的道路，成做因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同心祈祷，恳求，靠耶稣的名来求，阿门。这是咱做伙同心来唱回应的诗，246首。我对深深心坎，我对深深坎，咱坐咧吟就好吼。
咱坐咧吟就好。我对亲情好奇，求着我主的名，主求你我依靠，听我恳求的声。最后主我求求，心里人也会掉，总是你有怜悯，写做的阮奇妙。我的天父上帝，心心定定地等，我仰望主的话，心心就会野人。别人暗时受气，毋望天光较早。别人手机忙工，我心望主较热。宁静以色列路，中望主上帝。你有往昔救赎，阮地人民我体。咱做伙同心来奉献。奉献是咱对上帝的一种回应。若是你是第一摆来的，毋免勉强吼。嘛，请音幕内底的兄弟姊妹会当用咱的咱教会长吼来奉献。咱做伙起立来吟。我的情愿可你，愿顺龙淡你旨意。我的在前必受损，甘愿行你罪。咱做伙来做奉献的宣告。我相信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伊拥有手术甲收回的主权。伫即时，我愿意对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甲敬虔的心，奉献伫你面前。求主通过我逐摆甘心乐意的奉献，操练我的委身，分别我的性命。我相信奉献是财政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性命。我确信奉献是性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息甲能力赐予咱，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免。咱犹原徛咧，咱做伙来吟上用的诗386首。天的万邦万国万民，吟诗煞牧师来祝福，来祝福祈祷。天
愿迄位调咱来到这个世间信息的上帝，伫这个未信的世代，大有气力，赏赐咱大有气力，会当加添咱智慧甲气力的上帝。愿你伫上帝面头前，拢通得到主的祝福。愿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常常来帮助咱，互咱对上帝的信，通认真为主来活，来得主的欢喜，来传扬上帝国的福音。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